台湾文学馆的吉祥物阿良，最近因为抄袭的事件受到大家的讨论。本地这台文馆是讲阿良就是因的原创，也毋过即马煞雄雄解释讲因进前摕出来证据是假的，阿良毋是因家己的设计。除了会失的以外，也会照采购的法律甲即个契约规定去追究法律责任，另外相关的产品也会全部落架。 国立台湾文学馆今年以龙年做主题，设计一只吉祥物阿良，毋过说白讲是抄中国创作者的作品。两只龙的外形要共啊要共，毋过第一时间台文馆出面解说，公开发布时间，证明创作的时间是比中国创作者更较早。我们的时间点呢，发布是在他的这个微博里面发布的那只龙。 时间之前，我们的小编跟他的家人，其实在他的 IG 上就已经把这个龙的形状是放在上面，而且他们自己也有画了好几幅。毋过网友落去查，发现发布时间是经过后置修图，佮加上中国创作者发布阿良的画稿记录了后，台文馆5月16日下晡发声明回信咧，证实阿良的图像毋是厂商原创，进前提出的证据嘛是作假的。 国立的机构做这种抄袭的事情，老实讲，真的是很让人觉得很可耻。是不是先去找厂商求证嘛？对不对？就厂商也没有，没有，结果最后被爆出来，就要更小一下，国家呢？慎选那个甄选的厂商啊，那一开始询问的时候，你还否认，还拿出伪造的证据出来，那我觉得更夸张。著作权现在这么重视，怎么会去做抄袭这种动作？而且还是一个政府单位。 民众都认为政府单位干涉抄袭真不应该，台文馆无愿意出面说明。干那经过文理表示讲，迄讲否认抄袭是因为厂商提供假资料，除了向原创作者甲社会大众回失咧，嘛会针对厂商侵权的行为，根据采购法甲契约的规定，求赔偿追究法律责任。相关的制作内容拢总落架，未来嘛建立愈谨慎的审查机制，确保无侵害智慧财产权。记者台南报道。